下。我们做的这个炊粿面线吃的是回忆。猪肉妹，猪肉妹，对，跟他们会做出来的弟弟真好。哎呦，好羡慕你隔壁周就好。我赶快回去打电话叫我弟也学一下。并购。私底下的不能拿出来。啊，我冲动哦。霸气的，我一定要赢，好吗？风吹要养哦。要赢才有。你对他有信心吗？有吗？哎呀，天天全部真的假的？从来唔使有年都切莫公公对你有信心咩？谢谢。张伯杰，你可以嫁了。哎，我提这把，明天提这把姐主管呢，莫紧切紧太济，比我勇敢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，我係張白強。今日同歡喜來到台中亞島邊，東勢啦、新沙啦、沙港，全部都是我們客家人的大本營。哎呀，來到沙港哈，其實也有很多可以好食好料嘅東西，做啲落頭家分享。先來分享到評審欣賞，提前嚟來分享到嘅係盧俊斌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阿邊個你好？還有天佑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毅，大家好。阿峰你好。默契展現。OK，馬上呢就來分享到我亞組嘅參賽者是同姊妹，分享到嘅係蔡夏子、劉小桃子，分享大家好，歡迎。來，好，咱最後了後歡迎到嘅係親姐弟檔哦，來二姐咯，來尊友。大家好，歡迎。哦。好，我亞特別嘅叔伯姊妹嗬，都一塞講亞特別有乜嘅好教好料好食，俾睇下嚟小記下。從石港水吧，過來到係俺石中強，又計跳舞舞蹈，行到胡福林門講，按嗰條路真好行哇，嘿，真的真好料。那我想問一下，我們藍隊本身係做乜嘅？嗎？廚師。哎呦，廚師，今日繞牆頭廚師類咧。蠻想吃港式料理的，真嘅呢。而且佢媽媽有來參加過。對，我們都跟他媽媽有過一段。好了。不是，也係姐姐，也係妹妹。姐姐老大哈。送白哈，媽媽攞一個書之後係讓到3000塊哦。而且媽媽來個模式，我現在發現姐姐有遺傳到，你要負責逗她笑。對啊。好了，等一下是看音哦，我們鏡頭全部都不捏了哈。對。好了，馬上就要看一下鐵出菜食材係乜嘅。好，來到石港愛食馬雞咯。菜瓜，菜瓜要種料好食，冇咩冇簡單哦。沙田考慮就來分享到菜地30班嘅班長王鳳賢王太公。太公你好。太公你好。來，大家好。嘿。石港菜瓜有名多麼雞？因為石港哦，它氣候土壤都不錯，菜瓜家家戶戶都有種，你們進同時啦哈。哦，所以你起剛你就種哦，你自己也有種。當然啲班長呢，哎，點樣嚟做料理較好食？這菜瓜哦，較良性啦哈，它要搭配一點生薑哦，這樣煮哦才溫冷才會中和。對，這樣才比較不會傷胃。它可以做什麼樣的料理？它可以做蛤蟆菜龜啊，它很多種料理。漢年菜瓜，那下面是什麼呢？要來看它。好。就是哇，你直接預告了。對啊。哇，大家都。P.A. 就底有甜的。哎。都嫩呢，都香呢。對啊，你們這樣東西啊。我被滿足了。好吃。哎，今天預告在用嗎呢？水分多啊，較清甜啊。該痛吼，全係菜瓜嘅那個香味呢。係啊。哦，都好啲冇。好食冇呀菜瓜？好食。好食咯。要唱唔煮嘅冇？有。好食冇？兩位。好食啦。要唱人媽媽煮嘅冇？有嗎？有。體育館呢，馬上就要拿下石港中午東好嘅菜瓜嚟做挑戰咧，誰來進行比賽？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。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一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！好，體育館呢拿下菜瓜嚟做挑戰，風吹帶來嘅菜色係乜嘅？
菜瓜面线。整齐划一。吹瓜面线，哇，很厉害呢！我谈话还好厉害了哦。咱最近要的左界料理嘿，璀璨金字塔。哦，那璀璨哦嘿，璀璨。那你把菜瓜放哪里？哎呦，现在我们得老台家讲，我们先控起来。啊，好，有挑战性的哈，菜瓜有信心吗？有吗？有。马上就有金好挑战，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！好，快开始。哎，你们那主要稍微让一下啊。可以对啊，我觉得今天可能画面都在秀桃姐身上。啊，那我们要走得吗？没有你这种状况要特别顾到我们的彩霞姐。哦，好，没问题，拼运一好下。好 ，OK， 好。你较久咧，要注水黑吗？嘿嘿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样我们做的这个炊瓜面线吃的是回忆。怎么说？你没有这个回忆吗？但是他们用的面线不在我的回忆里。红曲啊，红曲面线，红面线，对不对？炊瓜煮面线，嗯菜瓜细细些都不会吃嘞。尤其爸爸妈妈全部会做。说出下口转移的点心，先对那一关专门是这样。而且又有妈妈的米头，哇哇，秀桃姐，妹，古早味。彩霞姐问一下哦，你那种改改风 Q 的面线哦，它也是有咸味的吗？无麻油啦，我先见龙係啊，而且人参果油，哦嘿，果油，较捌嘿，蛋酥係嗎？啊，做蛋酥。唔愛做蛋酥，蛋酥平硬，你都炒起滑溜安尼。八溜哦。半熟了樣嘢啊，半熟樣嘢啊。哎，秀桃姐，你今天都不会切东西呢？秀桃姐，哦，你本身在跳路会嘛该？我吼，马甲蟹都做啦，煮信嘛有啦。哦。因为我咧同咱的社区吼，同该社区做该关怀据点吼，和做下就份老人家食。你妹还算出事哦。良田都会出事哦。而且秀桃姐哦，金蛋强会顾那个味道，她还要顾那个健康跟营养。对对对，你迄凊古早的米土，咱细汉的时有粒土菜瓜面就是当欢喜啦。较做生意较无好势啦，较快啊。好，先不一我们等下再过来那再孔该片了哈。好，谢谢。金字塔在哪里？金字塔，我很想知道金塔。来，台台价热看吼，子弟吼，其实总不是，有慢搞。他看不上我们的刀子。总不是就去给嘿，玉珍，你有按会煮炊露台，跟你还会煮炊吗？你旁边看出来了。还要啊，还要。啊，妈妈每动不会煮啊，罗在每动不会煮啊，其实你可以享福呢。对啊。哦。该鱼板黑吗？嘿，鱼板。哦，哎呦，安捧呢！哦，你看先看该片好嘞。真的。我了。哎，快洗炒嘞！哦 ，Give me five。是不是？这个是要做什么？啊，等一下用菜瓜。秀桃姐，你是干嘛的？刚才姜妈老葱的。姜嘛葱，嘿，来爆香啊吼，嘿，炒香来。啊，你有加盐吗？你水有加盐吗？伊本身是咸的哦。水，嘿嘿，你无意咸唔怕。哦。哇。冻酱嘞，冻酱啊！你会特别写个风 Q 嘞。你是别人都唔怕。你都个菜瓜没切好嘞哦。俺惊啦。好嘞喏。快了吗？好嘞喏。我们这炊瓜切都冻酱哦。而且哈，那个这里还保留着这里用外皮个呛溜溜的部分哦。等一下就还一滴脆脆啊用。很美地呢。哎，因为里面它会出水啊，温润那种。哦。那像这个哦，煮鸡球啊。煮面都好嘞啊，煮面，两把汉嘛，好，锅子，因为这边到饱了，都在这边。我觉得哇，你要挑不同的啊，他不想跟站博谦跑远。其实是秀桃姐兄来让人气穷哈。可以安用吗？啊，跟帅哥踢下嘞哈。有3个帅哥，还是看不懂哦，要加调味料，哎呦，给卡bom片，嘿啦，嘿啦，卡bom片。不过现在就加调味料哦，不用是盐了一炒，这样比较均匀。秀桃姐，你来还有做嘛个？刚好不用是水了去，而且这个是热的少水哈。啊，丝瓜其实会变。而家滚了硬就变嘞。哦，所以丝瓜末先炒过，石头比较容易。不用一丝丝，不用一丝丝。按你丝瓜它保
保持加水分。好，哎，彩霞姐，那就今日做嘅这个菜瓜嘅面线哦，系做燥嘅，也系做水水嘅，是不是？煮汤，哎，稍煮汤，嘿那，我们这样水够吗？这边稍微还有湿湿的。等下它会尬着。菜瓜会出水，而且我们有秘密武器。哦，嘛个？加这个别嘅呀，油葱嘅呀，可是蛮橄干诶。榄是加做嘿，我本来无用这种的，好我本来嘿，俺弄产品啊这样做好的，从安补章做完好嘿，哎哦。嘿，哇，知道怎么加分了哈！哎昨天晚上这样做我切完这好哎。个料理，那我们赶快看一下蓝队怎么加分。好好谢好谢，好，哦，那这个菜瓜，该呛这个皮完全切开的哦。对啊，你继续做哈，问一下，那就今天准备个食材继续动动哈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加这个鱼板啊、卵啊，还有该添椒啊用？主要它是它的配色，哦嘿，啊卵呢？蛋的话也是会让人家有一种下雪的感觉，下雪哎，下雪的感觉。所以你只用蛋白，对，蛋白勾芡。对，跟他们会做菜的弟弟真好。哎呦，好羡慕去隔壁州之后，我赶快回去打电话叫我弟也学一下。啊，并购。私底下的不能拿出来。哎，你们师傅的对话好专业哦。他一讲下雪，一直讲软趴。时间来猜吗？做这吗？注意时间哦，注意时间哈。这个在家里有练习过吗？有啊你。们大概算时间系多长？差不多10分钟。哦，10分钟，好，安尼停停总，俺掉孔盖片但他们可能没有算到会有人一直问他们问题。哦，系啦系啦，好，俺掉孔盖片好咧。可能都差不多好咧呢。你了表嘛改？有葱有葱，不用水咯，有几滚，还有调味吗？有啊，有不用好嘞。调味放什么？不用盐，盐呢啊，染。这糖提味呢，哦，这难呢。这又是另外一个讲法呢。嘿，菜瓜本身就有甜分。哦。嘿。等于滚的之后会干嘛该？面线。该面线都唔係多了，不給加湯汁變下嘅時候咧。冇啊，變兩係滾下唔就冇好食。哦，入味是不是？嘿，那這樣變來加了的味道冇出來，味道冇出來，嘿。哦，等滾下哈，味道就冇出來，就會有。面線是佢就冇好食。滾咧哈，來。哇！你還沒做得加鹹的咯？走對了，我就加個流汗的以後，跟那個海鮮的東西加了，本地的梅頭很難講。我剛剛想食粒古早的梅頭。對，要拜母後這麼安好啦，今天就跑來這個節目嘿，主角一跑掉，哎呦，白飛嘞。好，這個是好了，面線放下去，就差不多了。那我們現在這個是在煮什麼？我來問玉珍好了。這個是現在主要是給它煮熟，係嗎？對。怎麼該有干通啊？稍微會甜一點。來，要下雪了，是嗎？下雪了嗎？要小火。哦，為什麼要小火啊？小火，因為它叫不會變成一塊塊，對，變成一塊塊的。現在是拉勾芡，嘿，所以還沒有雪白就對了。對，還沒。然後這時候就，老師，像我們這個有加入港式的元素嗎？有一點嘅會嗰種手法啦，哦，伊利亞哈，它拉到最低溫了。對，這個一定要打上。打到有出泡泡哈。對，稍微出泡就好了。聲音哦，雪落下的聲音。有，你有聽到啊？有，哦，有了，下雪了。遇到熱就會這樣，對，凝固了。好，按鈕差不多了嘛啊。好，這樣子。那我們的脆鯽斗那一邊啊？哎，這個是什麼？幹嘛幹？這紅油，因為我們要勾亮芡。哦，應該秘密武器，裡面有香油啊。哦，這個是特制的哈，石膏做的。哦，石膏做的，對，所以比較特別。亮芡算專業用語，就是應該基本上標啦，它亮。好，按差不多了哈。好，OK。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來試試看啊，T 管底度耐不開米西較好食咧。哦，那樣嘅菜瓜來做料理，一天來食就會透心涼咯，又可以降火氣，這樣。
试试看我的红色的面线。来，而且我一定要吃他们昨天才那个表的那个油葱油葱，来吃吃看啊。哦，很香呢。嗯，哦，好吃。这个加一碗应该不过分吧？不过分，加一分也可以。哎，是真金动好选呢。真的好吃哈。嗯，好，是记得好，谢谢。我们来坐上埃及的旅程，为什么呢？我进入金字塔的鞋盖嘞。哦我选喽。功夫菜，哦，咬下去开始之后，跟吹过会不会补给俩呢？什么补给？就是因为这个外皮好像感觉是硬硬的，我们咬下去开始之后，跟地头里的水分然后把混出来了。是啊，睇下先，吃到南水煮冬阳板，好吃啦，好吃。哎，没摆到懂姜，嘿，真的，而懂细心当周围都这样很细心。玉珍你敢说嘞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弟弟平常就做这么好吃的哦。对，今天有特别好吃吗？有。有一个那么会做菜的弟弟真好。哎呦，好羡慕。隔壁周就好。我赶快回去打电话叫我弟也学一下。好。两个呢，铁管用吹刮了编发料理，马上就会评分喽。先抢鲁师傅抢分分数。两下看一下，请有凤七师傅。抢公平公平公平。啲水果肯係對些有最嘅鹹梅啊，吼，爸爸那個配料咪凍中了，又有加粉，一天吼，誒配落有生木啊，有凍醬。整體哈，有當傳統嘅味道，又有創新嘅風味。呢一片哦是政策落去嘅菜瓜，冇用下伊小個本嘅醬料，小個去煮一下，冇是會變到佢嘅醬會好衝味道，好衝到。香煙吼菜瓜是咧就好有味道，變分開來會變到味道分開來咧。啊，其實邊嘅想法咧？我無半兩片，因為我真緊有時到個媽媽嘅味道啦。哦。啊，我冇比較。不良片小门口也有点啪啪，有点摸手，所以政策是正头大就安用饮品。而且俺现在知道，哎，没吹过一天老嘅羊马，它是绝配。好像有楼都会发展，会有这种甜蜜，才会较明显。对对对对，好，不管用的呢，两水都懂用心，南水咩做懂好，这个是都传统地都会太菜哦。三点好人呢，先休息一下，看一下今日齐师傅带来嘛4个料理，要教大家嘞。种葡素卤菜。好，3点好了呢，齐师傅带来4个料理，有都嘛菜名？丝丝入口。丝瓜已经丝瓜。现在都流行名字会猜不到菜色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问他入口是什么意思？入口我等下有嘛会做者用烟表皮口。哦。啊丝是用呀，我等下我丝瓜又刨丝，好，我先介绍食材，好吗？好，就嘛改，主角嘛改丝瓜嘛，哈，菜瓜，你係豬肉、狗肉，绞肉，你係鮭魚卵，你係玉米粉，你還得先滷牛河嘞，好，那你要加什麼？胡椒粉一點嘅時候咧，大家有問題要問哦。會調酒嗎？一點50按嘅時候咧，米酒會嗎？唔會，啱好啉酒。啊，那個爆修粉的馬來西亞的表，那等下讓都講哈。又要叫誰的名字了哈？八強了。冇，阿邊個？私底下的不能拿出來。好，上嚟啊。地鋪咧。這道菜上該絲瓜油啊，在直播開始做得做咧，吼，從了你都唔曉該刀工油哦，從來就是會安樣泡一細一細，等下。哎，那綠綠的部分就唔得了。很硬啊。哦。也是絲絲入口吼。哦。我做兩隻口咧吼。好。從了用因。哦，懂功夫呢。你這個也是透光的呢。透光。像我哋直播開時間有冇跑出前頭泡，是用牙齒頭的。啊，另外一個是油來哈。哇！嗰切都
细条哎。哎呀，你做嘛该做这切都安用切切的。你是当成要比赛了吼？没做得安讲啦，系啊，像你有冇？也一张模子没做得，可能用嘛个东西都做得。啊，像爱基本是绞肉，也是30克的肉，落去水水滚8分钟时候咧，我有算过8分钟。哦，啊你要用慢扣舌，抹一点油。哦，那磨好了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我讲，像爱这个安样样那，哇，太功夫了吧！哎呀，安用做嘛该一天会切死啊？做唔得贵片安用下。没做对啦。哦。因为我基本的菜名是嘛个？哦，因为它丝丝入扣。啊，你就不要叫丝丝入扣就好。片片入扣没做对。做对啦。安样吼。你知道用盐的菜色，苏巴种的菜色。差不多安样样落去。哦。哦，不用全满哦。唔是哦吼。大家有问题吗？有冇问题吗？頭先跟肉唔干啊，變一撮鹽，這個胡椒粉吼。啊冇變太熱。唔是。唔是啊。哦。像了有啊，再打了。扣。现在这样算扣吗？还没哈。阿妈，那你要扣，像了有啊，美劳克。哦，剪贴。哦，洋葱嘞。真的是蛮费工的。迪波卡这个强硬他的时间没做的做这道菜。他酱啊哈。酱哈，哦，还有秘密武器哦。啊。剂量很安用，应该该好像是不是剪贴其他爆发音对了。因为你不知道长度啊。哦。对啊。我再转回来。冇啦，师傅是用捞一半英雄冇用。真嘅。像了便宜分一点。腌起来。分斤腌咪开。哦。像了又有做美劳克咯。哦。还有哦。啊，安样盖起来哦。啊，你怎么会想得到？有啊，安样是落去吹差不多8分钟。嗯。差不多。滚的水吗？滚的时候8分钟是做的嘞。哦。好，看到。哇！要每8分钟停哈。好，成哦。像了鸡髀啊，倒下去。哦，一再倒下去。那个落烤安样样，上下去。烤。有人菜吗？有。哇。好，上下去，对嘞。好，来小帮手。哦，我懂意思。本来是水蛋糕诶，它现在变成水哈堡诶。安哪做扣啊？对啊。所以它不是盖子呢，它是它。那我拿牙做嘛该嘞？煮酱汁，安个淋上去。这样不是已经是酱汁了吗？他们像两个目前为止都没有调味哦，是不用沾到胡椒粉的。好，我们等下做一个试看。用能啦哈。哎，你等下做一个试看。也从你头上的琉璃芡嘛哈。你也要下雪了？我冇下雪，阴天的时候嘞。珍珠芡吗？珍珠芡没做对啦，啪的又要珍珠。好，按时候嘞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其实头先有讲啊，下量。哦。下金啦。快没了。下金天，1点那个时候。那这样就不用加香油吗？不是，基本性甲重要的优势有嘞吼。好厉害哟！从金子诶，一般你就想讲甜豆做就做得上开诶。很忙哦吼。哇！像安因，没哈蛮好哦，主角咯吼，妈妈的爱。鲑鱼卵，因为有啊，爱袂加俩鲑人，该锣鼓面面的时节又要吃咖该嘛该那个虾子，从跳上讲该虾仁，爱加俩。提升它的鲜味啊，袂冲动哦，很多呢，霸气的。哎，卖给这些都是放2、3颗而已，对，真的只有用数颗的。它就一家之主哦。这太好了，今日走一个自助上都在选刀呢。我一定要赢，好冇？风吹要养哦，要赢才有。哇！就从俺那看到海蓝水流出来了。好，安原石完成喽，丝丝入扣。安永就好 C 喽。
式料理，泰嘎都懂秀生，先来长知识一下。好，长知识哦，来哦。用用板去涂好食的脆瓜咧 ，A 醃起來下硬 ，B 醃起來下軟。不能讲，保留秘密，秘密稳七四府。对，那你要猜拳，修头记得。我们玉珍好了，玉珍今天都没画面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！好，来这边先选，你也选 A 呀，选 B， 也係 B。来，壓起來又好硬哦，還壓起來又好軟呢。选 A 呀，選 B。好蟹哈，應該是軟的，比較熟嘛。入口內哈。我不愛吃。不愛吃。我們不愛。兩位都不愛吃。A 呀 B 來，壓力扛在我身上好嘞。莫神來選 B 好嘞，好不好？選 B 啊，好。你就選 A 咯。 A 還是選 B？睇喺哪裡啦？借我看一下答案。好。答案係硬嘅，又係軟嘅。答案係。你對他有信心嗎？有嗎？真的假的？從來唔食妖言都前冇講過對佢有信心誒。張國堅你可以嫁了。我體力吧，明顯體力吧姐主幹呢。莫緊切緊太濟，比我勇敢。小一點。B 啊，好。你就選 A 咯。 A 還是選 B？睇喺哪裡啦？借我看一下答案。好。答案係硬嘅，又係軟嘅。答案係 A。真的嗎？真的。真的嗎？真緊啦！扛在你身上了，扛在你身上了，扛在你身上。張國堅來，你可以退出主持圈了。沒有，其實我是無意到後面注解了，我講要攤寬一下。下一次你幫你跪條跪好嘞，好嗎？做得嗎？真的比較軟的那麼好學。讓我大笑一下。講講解哈。我快忍不住，我先拿一下，因為趕蒼蠅。芒果，不重要的。好，莫送了哈。好。那我的其實你可以不用想法講解了，你客家話也練太久了。那你講解給我聽好了。好啦，咪要講下，因為脆瓜要話人硬代表啲嘅品質好好。對。該壓起來很軟呢，切塊好熟，很容易拿。係啦。當然是拳比較硬的。好，所以答案係 A 啊。酥脆低度的泡泡。出多啲啦。是不是比較軟爛，就代表它可以做菜瓜布的意思？是那個意思嗎？對。所以它會有一個纖維啦。對，胖胖那樣音啊。你就做係杜好係嗎？係哦，杜好。當然。真的排鮮呢。沒關係。啊，我來選一下。我見到了103號是脆瓜。搭配加脆瓜，冇幾加香，加鮮度有提升哦，咁就試看。我叫下配等先啊，試看。好，好爽哦！好啦，半時點啦，好啊。正經係熱點咩？你點甜啊？好食。咁啊，好食哈。你老太下講一下米頭釀板，釀板後是重不應給它扛一下，是弄那個東西咧。這個魚卵很好吃，那個還有這個肉調的這樣調的還不錯，幸福指數多高？對，90分以上。90分以上。修頭記咧？鳥挑過100分。挑過100分，好好吃哦，真嘅。你真的是演講比賽常勝軍。請用慢慢選，我們剛剛不吃的原因很因為哦，我們要先把心情沉澱下咯。對，因為剛才提就剛才徐姐，我得到分數啦。對，加油咧，好冇？冷水。玉珍，手袋加油嗎？今天你們填唔錯，水腫是酸的。我等下幫你抽。之前我請俺自立自強。走對嗎？對不對？走對嗎？一共要來扛起來啊，也不知道怎麼扛法。所以，你要怎麼扛起來啊？好，我看我們的準優哈，準皮猴嘞，他的笑容代表一切。好啦，馬上就已經向最杯麵館挑戰嘍。我係泰中埔，用最運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啲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真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最杯麵館教嘅最料理接力賽，佢係點樣菜色係乜嘅？因為做嘅係
酱爆猪肝。酱炒猪肝哦，猪肝要做的好吃，重点。总得楼梯。对，关我会生气哦。酱炒猪肝。我前的激动，我开下手有记忆。扛下来。我学姐支持你。我3个一起拿。容易是什么呢？容易去好嘞啊，好吗？好，王医生。啊，我哪在？动瓮走的吗？你要问人，你不是要扛责任。因为我刚刚一讲动瓮走的吗？然后玉珍就欲言又止，好了，都是来用靠近我们的，靠近我们的，好不好？还是要跨越他们，要过来这边。感觉还是你要加入红队？啊，然后等一下1、2、3，我们来起个主的嘛。好，那一轮喽。好，1、2、3。恭喜！导演恭喜哦！恭喜哦！好，那我就中间的。好，1、2、3，恭喜！这很重要哎。动作好像处理猪肝口呢哦。啊，没有，绝对要让别人先处理好，我会怕。好，刚才牛会发给听后棒次哈，马上出来金行最分迷馆挑战喽。最分迷馆两个料理接力赛，大家还有看到张博谦已经进入擂台了哦，马上为了金行倒数3、2、1，抢口气哦！博谦生意哦，去看博谦。好，那个生恐惧的好嘞啊！该的韩国人啃一那兜子。那大家为什么离那么远？你对他有信心吗？有吗？真的假的？从来唔使有人都切莫广告对佢有信心咩？谢谢。喝水。好，所以你都有猪肝哦，用狗油的方式做是同嘅。嘿。哦。那你要切猪肝了吗？好想看你切。我没动手。刚好讨论出了一个结果是讲，真的这个切的碰哦，要系破哦，定生死。哦。所以我还是不要碰。你要小心切，那刀子刚摸过。所以博谦都喜欢拿斧刀切啊。嘿，切片。刚刚切笋条从头切盖牛肉，那个刀安排。我在先国家被控制掉哦。压力不要那么大，就组长。刘章又来。这里没有容我的地方。对，人家这里刚刚看我嘞啦。我没有容身之处，我要离开了。哎，真正的刀工都厉害。水棍呢？水棍呢 ？Hello。来。水棍呢？油。嘿，一丝。放个枪出来吼，梗系说油酱无酱水。哦，好呛的啊，变好呛哈。哎，你猪肝切好了？对。安惊了。不要，下，再见。再见。还有嘛盖？切。碎。你要做吗？还有嘛盖？洗啊，洗个猪肝。就水系吗？就水。哦。哎呦，好专业哦，真劲！呢個水當重要，個血水吼，是係基本硬嘅粘液。哦。你用翻用啊，從呢啲啱都要血控用啊，咩用佢？會凝固。哎呦，好似要彈多麼啊！個青菜，切。個青菜。好了，夹。香菜，先留了。好漂亮。睇到乜㗎？先切菜係啊。先處理豬肝。好，這樣當我要狂改片了哈。哇！你要不要跟那个参赛者借刀子？那个假刀吗？这个50啊，他比较习惯用该去刀啊。太认真，会重冲吗？张博谦，你可以嫁了。哎，我体力白，你现体力白解猪肝呢？莫紧切紧太低，你比我勇敢。小一点，太低不用放，我穷了，会里面不容易熟。还有呢？还有还不会形状。我要走了。你先过一间哈，我就先点点哦。好。所以你等下猪肝我先卤过么还是两坡？2抹3、2、1，好，第二把我马上第二把，多生意哦。好，应该有算及格吧？对。那我问一下好了，像我刚刚这样切的话，有什么可以改进还是手裁？推刀拉刀。哦，不是这样哦。推拉。切猪肉也是这样。等一下煮天气会不会熟起来吗？没有可能。好，我要先孔盖片了哈。我们这边有先热油了。哦。
明珠要姐，来看我表演了吗？结果吼，我刚好到水母汉语西件，我竟然碰了猪肝，你还有时间啊？我现在手有猪肝我味。坚持请大姐选老来处理后，因为我不敢。哦。可是我们有一天还是要面对猪肝，而且你看你把老娘不用周捏的耶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啊。我还是努力多赚一点钱，强赢了走后嘞。可是想捏破豆哈。我真的觉得，我老猪肝处理好男人，我喜欢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这2位先给你选。没有了。好 ，OK， 等下重发吗？发吗？会把它断。切，这个要这个要切什么？有嘛。切什么？切嘛干？切片。你可以切丝。好。对，我们这边好像没有可以吗呢？冇姜嘛系啊。冇，只条讲唔是啦，只条讲安样是做得嘞。小条姐应该下处理该主管系用来处理啊。有加什么东西啊？我有加太白粉，啊个我有用加下的盐个胡椒粉落去煮下，哦，你还不给黏黏的那样的。我用盐锅刚好落去穿烫。等下烫一下之后嘞。它这个酱刚刚有介绍过吗？哎，买个酱。你要买个酱啊？沙茶酱。沙茶酱。哦，你们的酱烧很调制的，不是外面买的。我终于明白呀。参赛者在比赛的时候，主持人在旁边很吵的感觉，就是像这样。可以让我。可以，好，我让你慢慢，我们要继续看那边好不好？就暂时不要回来吧。那叫狗该偏啃哈。 OK。爆香的时候下去，它这样子会比较香。哦，酱烧酱爆。我们要加炸弹的吗？大火，因为我们的火不够大，那火磨拉太不够火大，是不是？那我让你生气一下。我觉得这一步很重要。因为哈，来到我们没有先烫过，所以我们要先把血水吸干。太白粉。来某讲哦，给几个走哎。太白粉。是君佑教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君佑那没有妈妈教的，妈妈教的。太白粉，还有酒。先加酒，先加酒。怎么该有给它偏离粉啊？为什么要加那个？它比较会把它的肉汁锁住。哦，有点像是弄那个用布妞给时间有点住。嘿，好，再加太白粉。来，你加。好，抓。两片给酱烧去猫恐龙，他们那边是黑沙茶，那有两片黑马改，这个是酱油膏，调油膏，特油膏。那我们要怎么把调油膏弄得有酱烧的味道啊？如果单纯蛋酸是有使用调油膏，會唔辣嘛？呢度還要凍到啊？可以我買個可以搭配，還是要加一點透油，搭配。好，你下去做嘛？自己做，嘿，要時間哦，要技師哦。要過油了係嗎？對，要時間哦。下去，需要網子嗎？好，平用吧。你下去，油温全部，油温幾多？會唔辣嗎？沒關係的。油温太低用吧？還好，我覺得有，它有了。走對咯。因為我們剛剛是先拉高的，要一個調少一點。該油温做咩調過係冇？哦，對，係哈，應該係咁樣啦。要高一點，對，因為剛才按都甜狀，都要先狂加點啦，哈。我們得調熟哦。好。睇到熱過來咧。切片。同學咧啊？要同學咧？對。這還有拌血水，是等一下哦，不炒哦，炒不熟。時間很重要呢。那問一下秀桃姐，你就講你就給那個沙茶係去給挑誒，地圖係去幹嘛？來，我要炒，我現在要幹嘛 ？Hello，給我過去炒咧。I'm here。哎呀，這麼幹？幹嘛？不用，你要做乜㗎？白香係啊。爆這個，你就蔥跟這個。蔥啊。好。我怕飆了。唔會飆，還好，這個沒有水。唔會。那大蔥頭呢？大蔥頭。太蔥頭爆香。太蔥頭會飆嗎？等下，等下先，啊個薑絲。哦，呢啲嘅辣椒係去籽的，對，我們的貓去籽我弄的。第三屆，哦咩係？唔係嘢啊，要做過咧，要上嚟做啊！咪不給做咪唔怕啦。我壓力又來。姐姐，就喊蔡小姐加油！3、2、1，第3棒。哦，旺財小姐，我馬上，加油！一聲音走停咯，一聲音走停咯。那我就繼續會做乜嘅？嘿，
你给我报一下你那个青椒板酱。我们先过去。好。洋葱跟红萝卜。哎，你们刚刚那边也是过油吗？我们是用烫的，所以你用片嘅做法完全冇同咯。我们刚刚还有讲到，你就做嘅是沙茶的酱，然后我们这边是调酒狗的酱。而且你们好干净哦，玉珍很爱整洁，她直接把那个收到后面的。对啊。你俩第一次看到，等一下工作人员很用手哦，半熟，半熟就好，用半熟。就是聊个2句就好了，不要聊太多。对，半熟就好，专熟就好了。我们加的是不改麸条粉的吗？对啊，加一点，它可以提它的口感。对，调酒呛一下。那有高了。在这里，回来，你那拿的是猪肝，对，那猪肝哈。对，我们先爆香的时候下去，它这样子会比较香。哦，可以吸到锅去。烧酱爆。我们要加炸弹的吗？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放。还有冰汤吗？汤吗？这样，哎呦，你提示太严重了吧？提示太严重了吧？会冲甜吗？有的时候它会调酒狗会甜的哦。像这个应该就不能尬洗嘞哈。酱爆。那什么时候我大概那个葱儿它就该添椒啊？好，等一下就可以下去了。好，总得琼楼哦。对啊。我们那个，你也来冲来不要加水哦，不要加水哦。要柚子的，对不对？用的哦，你要买个东西？分开来炒哦。生意哦。哇 OK 的，对嘛？油咯。哇，沙茶没油哦。沙茶美就油哦。沙茶蛮高哦，这样会不会太老？来，这里。米酒的吗？米酒给我。米酒的吗？哎，我发现你们切的猪冠好薄带哦。贵到。贵小啊！蛮像那个牛舌的。牛舌。炒猪冠给火候又要重重要。要高还是低？不高不低。 OK。嘎斯黑公，我们是那种快炒店的大火，因为我们的火不够大，哎，那火磨辣太不够火大，是不是？那我让你生气一下。哎，好香哦，董熊哎。该沙茶酱的味道又出来了。它就因为你这个就给它冲挑，所以炒一炒它就会香。我们当这重点就会猪肝有嫩嘛。对。我烫的。而且要又爽。一定要还有风风的哦。啊，我拿起来好了啦。哎，彩霞姐啊，我突然觉得，可以加点牛柳也不错呢。加点什么？牛柳啊。不要听他们讲。哦，好，下次嘿。可以。哦，倒数。好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出来吃可能最杯面一罐的度，哪一副卡张系你的太重谱嘞？好啦，两罐的度呢，考验太起啊，对那个主管的了解有去了解。刚才呢，必须给张伯谦拍手一下，他竟然切猪肝呢！哇！而且其实切的还有及格吧？七港，我就他这个人就是夸不得。先来试我们的。好，加落去，沙沙的调面。这是你特调的酱料哦。对。特调的酱料。但讲是沙茶哦，它有其他的东西哈。炒。样板。用板好吃哈。好吃。因为俩你们是按塔嘛，所以我调它冇按塔嘛。而且我们主管懂论吧？好像没有出来啊，没有出来。好，开始。蓝队的看看。蓝水哦，做个是酱，嘣，猪肝。为什么讲说俺要做个是酱，嘣，系吗？基本上你看俺要给冲了哦，不是那哈一来用它炒，我们是最后哦给它焖有一点熟，还留着它那种辣辣的米稀，所以这个蹦出来。先看，好，没问题。又蹦吗？彩霞姐很有意见，彩霞姐冲牛板。不错，它这个猪肝很嫩，很嫩，非常嫩呢。好，那个主管的料理呢，其实啦都要给寿司的部分米头量加最多，
动态的检查的，都带厨师中医那一家呢，先来请卢师傅抢分数。囧蹦主管，我们这个你看看，棒棒棒棒棒唔棒。把喊就一份嘅技术对对对两下看一下，犀牛凤74服。给我一个胶带。蹦到咧，讲一下。好，應該係先嚟講啲兩片中嘅冇強壯嘅醬料，係呢一片用料膠，呢一片用沙茶，係沙茶知道叫為好油，所以來挑天炒東西嘅時用油嘅時嘅時候注意下，我是會變到pan大嘅咧會凍油，誒，咧pan大凍油就了冇，誒，所以會變到。好，雖然易好，但是會變到好油咁樣嘅。了解。呢道是嚟講，呢度調油膠啊，呢條春煮好要送到嘅豬肝蛋糕咁樣嘅。啊，兩片處理豬肝嘅放算冇強浪，係水來口感還有鮮差咯。哎，假使係用在沙茶嘅油那裡炒做的嗎？就是不要額外再加油。對，啊，其實有點想法咧。我嘅想法係啊，兩片嘅豬肝我處理到凍好，一片係噴嘅，其實都係口感噴嘅，是凍好。啊，另一片切嘅泡嘅，其實都係切美式好。哦，我無本兩片嘅原意思係醬爆，佢係加醬料又爆出來，又蹦出來。啊，另一片我本佢嘅原真意思講，你俾炒嘅時節又啊，用嘅是加沙醬做，用本佢按個炒過，佢嘅香味還會提升效果。哇，用合作無間，没关系，很厉害。哦，然後結果係。你們今天成績已經出來，也算是很好的成績，兩組都是第一名，平手。恭喜！我頒獎哦！恭喜得到1000元的假彩金，恭喜！好，然後係頒獎本攬出咯，得到1500塊嘅假彩金，恭喜！太客氣了，你不要再講悄悄話。其實呢，你這個麥克風都收得到。來，老太講一下，你要不要參加行的？其實哈很緊張，我還好，我有袖套，不然他給我當靠山，不然我會緊張死了。姐妹淘嘛，互相依靠這樣。你講後告嗎？後告。對，後告。現在就不會緊張了吧？還好嘞，還是還是有一點點。是嘞，唔怕，他也很會做料理。係啊。修陶記，他真的是大廚了。今天的料理時王哦。他在私底下剛才拿給我們吃很多他自己的私房料理。嫩薑啊，他就買個那個梅子啊。老太講分享一下，你要拜參加行的。我是頭一擺來參加了安尼，東西妹嘛真好教，嘿，我嘛當用心落去做，感謝。恭喜！羅拉，真正的大廚在這裡。羅拉，對。好，然後問一下我們玉珍哈，今天係你起家來，還是被弟弟拉過來的？被我拉過來。難怪哈。對啊。可是我看得出來，你有遺傳到媽媽好手藝，尤其是像剛剛在旁邊舔手給虛接咯，哎，弟弟都不用講，自己就幫忙。最好的幫手。那個節奏其實看得出來哦，抖花給虛接就是這樣完全默契展現，對不對？所以今天哦，跟弟弟有一個這樣美好的回憶，兩個人擊掌一下好嗎？來。耶！那我們壓軸來給我們的港式台中鋪講一下，今天參加應該感想到心得，做得到大家分享。今天也蠻開心來參加這個，對啊，可以讓我跟師傅可以學到蠻多的菜。南美洞放學走的款多尼啊，我真的第一次是因為他才知道，原來下雪的聲音是這樣做的。哪有的聲音啊？從菲律賓身上哦，南美走的好多洞都有洞隙啦，所以真的很開心，你用他走得來，恭喜！這份回憶，其實呢，佢們嘅料理都有一些挑戰。最簡單的食材，香港呢，因為搶下嘅主管，大家料理變化無強，醬爆樣樣去做。觀眾朋友有好多冇呢？我想睇起來甜甜你搶下來真情廚藝哦。係啊，無論哦，你係演講比賽常勝軍，也係你本身吼係東北煮出來嘅總廚師，無論係馬特拉。日日嚟報名參加哦！我唔錯，依家之中呢，就會分享睇起來搶下來要特別學習搶下來，到鬧嘢，下禮拜再見嘍，拜拜。